解鎖珠海財富密碼，大家好，我係共創聯行李樂。呢個片區咧，相信大家已經好熟悉啦。珠海嘅陸家嘴，珠海十字門 CBD 呢個位置咧，對面咧就係華發商都啊，各位觀眾朋友。咁我今日喺度咧，都係同大家推薦十字門嘅財富密碼係臨街鋪。呢個位置咧，大家完全唔陌生嘅就係接落嚟嘅年底咧。嗰個位置咧就係華發商都嘅3期咧，即將開業啦。咁現時我喺呢個位置咧，因為喺華發商都對面啦，嗰邊成排咧後邊基本上都係華發嘅琴澳新城啦、四季風景啦、華府啦等等嘅成嚿華發系列嘅產品啦，有成2萬戶多戶嘅一個住戶嘅一個社群嘅地方。咁輻射成個片區，加上我哋對面依家身處呢個位置啦，大家可以睇啦。後邊呢個呢，就係十字門站啦，輕軌嘅入口。咁大家依家可以睇到呢啲臨街鋪啦，同埋呢一嚿呢，就係匯德里啦。咁如果有之前買咗匯德里啲觀眾朋友呢，都知道啦，依家呢個商圈呢，其實已經係慢慢開始呢，就成熟上嚟㗎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因為依家呢啲鋪咧已經係有部分咧已經係出租咗噶啦。就攞呢一間鋪嚟講啦，呢一間叫做湯包鋪啦，佢嘅一個面積咧係得13平方，但係租金咧可以租到咧6000幾蚊一個月嘅，即係圍到咧去到460幾、470蚊一個月，個回報率係比較高嘅。前邊有間鋪咧，就係地產鋪嚟，我朋友嘅德佑鋪啦。咁佢個租金係去到350蚊一平方嘅。咁大家計下數啦。比如你同樣咁嘅一個200萬嘅資產，你喺呢度買鋪同買住宅，如果你係攞嚟投資嘅話咧，你個回報咧係遠遠唔夠個鋪一個回報高嘅。另外講到嚇，講翻對面先嚇，對面咧大家非常之唔陌生嘅係乜嘢咧？就係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嘅商圈啦，咁特別係買咗南區嘅朋友啦，包括我好多朋友都住嗰度嘅。依家佢嗰邊嘅商圈咧已經旺到不得了㗎啦，特別樓下啲餐飲啊，有一個問題係乜嘢咧？特別比如我哋買咗匯德里呢棟樓同埋嗰棟樓嘅話咧，大家會知道如果係呢邊咧係有燒烤嘅話，咁就麻煩啦。就攞時代保利中環廣場嚟講。佢樓下依家啲燒烤咧，你上去到高層咧，我朋友喺度住緊，都會有嗰啲燒烤味。所以今日嚟呢度咧，唔單單同大家推介中海嘅鋪，另外嘅一個咧係比較建議大家，如果你係接落嚟咧要睇中海嘅A 區嘅話咧，咁特別係靠 A 區嘅一個商圈嘅，特別係近住樓上。鋪上邊啲單位咧，你要慎重啦，因為乜嘢咧？但凡下邊做燒烤、做飲食嘅情況下，你喺上邊都會聞到好大陣味。而且簡單同大家講，就好似依家嘅時代保利中環廣場，業主不斷喺度投訴，但係咧都係冇用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住戶同埋商業係分開咗，就算你舉報又好、投訴都好。解決呢個問題嘅情況下咧，係好漫長。所以你如果係呢邊中海啲 sales 同你 sell 呢個 A 區嘅時候咧，你要慎重啦。係啦，可以諗下其他嘅中海啲單位，但係呢邊咧就真係要慎重下。你不如買個鋪，你不如真係買個鋪攞嚟放喺呢度投資。咁呢邊嘅回報率咧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呢邊350到500蚊嘅一平方嘅每個月嘅租金，同樣地你攞200-300萬，你嘅回報可能係達到5%到6%到7%。但係咧，你如果係買咗呢個樓上啲單位嘅咧，咁就瀨嘢啦，可能導致賣唔出，因為樓上啲單位特別係樓下做飲食嘅時候好難頂，你會導致你後期出手嗰個價值咧係降低好高，即係降得好低，完全係冇價值，你自己都可能都唔會住。OK，講咗咁多咧，就講翻
呢一個片區啦。咁呢一邊咧就係會德里啦。會德里咧之前賣過㗎嚇，賣咗嘅話咧，呢個回報咧已經係去到5左右㗎啦，5以上啦。咁講翻呢一嚿啦，亦係中海環宇天下最後一期嘅 A 區啦。咁 A 區咧就呢一嚿鋪啦，依家係攞出嚟賣嘅。咁依家價錢咧，依家有一個臨街嘅最平嘅鋪咧係172萬咧，你就可以攞低。成個回報計落嚟咧，基本上係去到5厘左右啦個回報率。同樣地，200萬內你可以買一個臨街嘅一樓鋪，個回報咧去到成8000蚊嘅一個每月嘅一個收租，好過你買一個呢個樓上嘅住宅，除非你係攞嚟住啦。咁喺依家喺呢個大環境情況下，你有一個鋪咧，其實真係一鋪可以養3代。OK， 我哋入過嚟呢個地方可以睇一睇啦。咁呢邊前邊咧仲有輕軌站嘅，呢一度咧仲有輕軌站，係啦，俾呢個車咧又擋住嘅啫。咁對面咧就係成個華發商都嘅2期啦，包括呢一邊咧。再同大家講翻一個數據咧，就係成個中海環宇天下咧有成3000幾戶嘅，3000幾戶就係得呢啲臨街呢少少臨街嘅一個商業啦，其實係唔夠嘅。所以點解呢邊可以租到成300幾400蚊1平方每月咧？就係因為呢邊咧慢慢成熟，住戶咧就越嚟越多啦。咁導致咧佢啲商鋪嘅價值咧就水漲船高。而且成個中海咧，好多業主朋友都知道啦，因為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好多港澳人士啦，包括一啲高層次嘅人群啦居住嘅地方，所以完全咧係會導致到呢邊嘅商圈咧個物業增值咧係會高啲。OK， 因為消費人群唔同，係啦，唔同得你坦洲啊或者係斗門啲地方，但係呢度咧就成個消費人群咧都會高啲，包括呢邊啲租客又好啦。你基本上喺橫琴啲白領人群啦，居住得比較多，所以成個人群氛圍係唔同。接落嚟嘅一個財富密碼，你可以揀到嘅就係中海嘅環宇天下商鋪啦。咁依家佢有啲臨街鋪咧，基本上大積50零方，喺200零萬、300萬樓下都有得揀㗎。如果你係想要更多嘅關於十字門 CBD 嘅財富密碼，就可以聯繫我哋上嚟實地考察，真係可以帶你睇下呢啲現成嘅鋪租係可以租到幾錢，你又好明確、好明顯地對比到你成個商圈值唔值得投資。訂個十字門有成30萬人次嘅一個大型社群喺呢個位置、呢個地段，帶俾你完全不一樣嘅選擇。好啦，今期嘅視頻咧，同大家介紹到呢度。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下方咧聯繫我哋上嚟實地考察。